你有冇成日飲凍嘢呢？係咪覺得冇所謂？其實有啲後果你未必 feel 到，但係身體慢慢會嚟凍親。天氣好熱嘅話，手搖飲品凍飲真係超正，好多女仔都好中意飲。身體真係會慢慢出事。第一，經痛加劇，經血唔清，飲凍飲會令條血路行得差，經血又排唔乾淨，積住喺子宮度，搞到囊腫。每次嚟 M 痛會搞到成個人都攣低。第二，卵巢提早退休，長期飲凍飲，血液循環差，卵巢提早衰老，機能就越嚟越差。本來未到年紀就已經出現問題。第三，係婦科病加重，本身就有朱古力囊腫嘅女仔飲凍飲只會令經血更加唔順。第四，肝腎拖住嚟，中醫話腎主生殖，肝主情緒，凍飲飲多咗，肝腎氣血唔夠，甩頭髮，瞓唔好，情緒煩躁，全部都嚟晒。第五，更年期提早報到，更年期本來40幾歲先到，結果30幾歲都可能中招，熱潮紅、心悸、失眠，全部都提早嚟到你身上。古人有句說話講：寒從口入，凍飲最大件事就係傷子宮、卵巢。如果你有咩健康疑問或者想改善體質，歡迎私信我，等我陪你一齊做健康管理啦。關注迪安，一齊身心健康生活。